好来继续来看南韩的女团 TWICE， 这个拜六礼拜要到高雄世运主场馆来开演唱会。啊，讲因即届的演唱会主要的色调是蓝色，所以高雄市政府为着要甲因迎接，是甲地标建筑、甲捷运站体的灯光甲雷射的文字，拢改做是蓝色的。讲要互 TWICE 到高雄办演唱会时阵，处处有惊喜。 南韩女子团体 TWICE 出道10档世界巡回演唱会，这个月22、23伫高雄举办。高雄市府讲，4到4届拢有惊喜。17号这天，真侪民众看到巡回视觉蓝色灯光秀，中央公园捷运站嘛投射 TWICE This Is For。20到23号，嘛会使伫高雄捷运听到因的声。高雄流行音乐中心蓝色的灯火照伫水面。 为爱河坐船仔欣赏，有影真水。就连绿桥嘛拢染做是蓝色。为每营国家艺术文化中心龙道嘛闪蓝色的电火。另外，伫咧高雄港旅运中心大港桥嘛加入这波巡回视觉蓝色灯光文字秀。伫咧世运主场馆、新曲奖商店、甲朴日艺术特区道路，拢会使看到主题交通号志。除了市府规划活动以外， 伫民间企业北高雄真出名的5星饭店 H2O 外口的墙嘛用蓝色的电火显示 TWICE 的字，伫博爱二路看过去是真遐目。第200岁嘛惊喜闪蓝色的电火，若是安尼，高雄市长陈其迈佮配合 TWICE 的主视觉，社群红仔头的头章嘛换做是蓝色。规个城市街仔路到演唱会现场，沿途拢会使浸水式感受到女子团体的氛围。 你好，我是宋彦明。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